而呢一代咧，去開始嘅成長任務咧，係已經講緊佢自制力，講緊面對痛苦，講緊責任感，講緊係承擔，以至到你控制唔到環境嘅吸引，因為實在對佢哋真係好吸引，係增加佢裡面嘅自控嘅一個能力，而讓佢喺現實嘅世界嗱，呢個係出路嚟嘅。你一定要記住，網絡雖然都係現實世界一部分，但係咧佢可以成為一個虛擬嘅世界，成為圖利都好大嘅。一個圖利嘅世界，佢就唔係活喺真實世界裡面㗎啦。所以咧，如果係對幼稚園嘅家長講咧，我係好重視孩子越細嘅時候咧，係延遲，盡量延遲網絡電子嘅一啲工具，但係喺現實世界要增加嗰種吸引。以至到喺6歲前佢形成到成個，因為咧孩子到6歲咧，佢基本上嘅意識就開始形成晒㗎啦，佢嗰個皮質腦等等，你就為到佢人生喺小學同埋中學咧奠定咗一個好高嘅對電子工具嗰種嘅引誘嗰種嘅抗逆力。所以我好想講，因為你哋而家係幼稚園，所以我係恭喜你哋嘅。記住把住依3年嘅時間。呢個係好關鍵，因為你唔可以延遲佢一世嘅。但係呢3年係極度嘅關鍵，增加同現實世界所有嘅關係，係五官所有一切所有嘅經歷。我講一個實例，每一個細路仔咧都有佢中意嘅嘢。咁我試過咧有一個咧好細嘅咧，佢中意食豆腐花。嗰個家庭最後做咗乜嘢啊？1年同一個好細嘅小朋友。去想試勻全港嘅豆腐花，個仔唔知點解好中意食豆腐花，咁所以同佢講咁嘅時候咧，佢就好滯啦。咁所以逢係放完學啊，所有假期啊，溫完書，所有一切咧，就成年嘅主題就係豆腐花。咁咧就上網去揾啦，邊度食啦、聽啦，跟住要搭車等等咧。你知唔知？淨係呢1年裡面咧，呢個父母同個仔之間嘅互動嘅關係點啊？深厚咗啦，好似行山咁。嗱，有一種行山方式係點啊？喂，你行得叻喎，我帶你去起點，跟住點啊？終點見你。第二種方式咧，我帶你起點，不如你陪阿爸爸媽媽行啦。一路行嘅時候，沿途欣賞風景，但冇傾冇講。但第三種方式咧，就係一起點嘅時候一齊行，沿途有傾有講，談天說地，而一齊欣賞風景。你話我聽邊種嘅行山方式而家最適合而家呢一代孩子？第3種，佢就係揾到佢嘅行山嘅路徑就係豆腐花，成為咗佢全家父母同個仔嘅1年嘅一個項目。咁啊行每一個搭任何嘅車裡面，就可以同佢一齊搭下巴士啊，唔同啊規劃啊計劃啊，有傾有講。跟住食豆腐花又帶來歡愉喎，因為佢中意啊嘛，你聽得明啦。以至到喺個過程裡面，佢喺好細嘅時候咧，養個細路仔，佢能夠同佢現實世界咧接軌，同父母嘅關係接軌，有傾有講嘅行山，令到個關係和洽得嚟，有溝通，佢又覺得有歡愉，以至到因為咁嘅緣故咧，佢慢慢大嘅時候，對電子嘅產品咧個控制力點樣啊？高咗，因為佢經歷到一啲嘢比電子咁。解悶嘅能力更高，所以你一定要有一種經歷去讓佢填到嗰個空虛。所以頭先個豆腐花1年，佢喺裡面咧就會覺得好充實，而充實喺裡面，因為佢有份規劃策劃，所以佢嘅自主係點啊？喺當中，即係話原來成個過程當中，如果譬如假設，如果你就根本唔中意食豆腐花，一件係真嘅。跟住咧，仲係我去策劃完話，你跟我嚟啦，咁啊佢就會覺得好被乜嘢啊？勉強啦，因為牽強。不過你大啲，我聽你話，因為咧可能沿途你都有嘢氹下我嘅。咁但係咧嗰一種唔奏效，因為唔係由深處裡面自主自由地去自己策劃，佢有份參與。嗱，依個就係個竅門啦。試過有另外一個實例係乜嘢咧？個學生咧唔係中意豆腐花，中意巴士。即係有啲孩子好得意，我以前都有一個學生咧，本來英文好差嘅，唔係好中意讀英文嘅，OK，但係咧佢又係中意巴士，
中意儲巴士，所有唔關於巴士佢中意嘅時候咧，嗰一招就係點樣咧？就係關於巴士嘅歷史，不過係全部用英文寫嘅，送咗俾佢。佢就因為中意巴士裏面多咗一個乜嘢啊？一種嘅動力去克服，即係話其實而家咧係要好透過你了解你嘅仔女，從來嘅仔女一定有嘢係佢中意，唔會冇嘅。只係你要留意到佢中意啲咩啫。你要善用，因為你好難去創造一個動力俾佢，係善用而家呢一刻已經呈現嘅動力，你順水推舟嗰一剎那，成為你嘅家庭嘅項目，去連接呢一個嘅現實，以至嘅過程裡面咧，你會發覺咧，真係有傾有講行山嗰種嘅歡愉歡笑嘅時候咧，讓佢裡面已經有咗一種咧，唔係透過大腦刺激而嚟嘅一種快樂，孩子就係要先試咗呢一種，因為點解咧？有傾有講頭先嗰種行山方法咧，佢產生嗰種情感咧，唔係一啲表徵情緒，唔係同環境帶來刺激嗰啲荷爾蒙完全唔同嘅東西。咁你會發覺咧，佢一去打機或者望嘅時候，佢總係覺得咧，唔係嗰種，佢會覺得有啲 off 嘅感覺，因為唔同佢去真係食豆腐花嗰種開心，你聽得明啦？咁即係話，如果你越細個嘅時候留意到佢中意嘅嘢，佢已經有動力嘅嘢，你面對網絡世界咧，你有一個好好嘅已經一個預防啦。